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手柄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阿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手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手和脚强好了走一遍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手一样可以的话是轻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有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个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个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鼻子吸，好，嘴巴吐。动后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。抬起来，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并下来。好，勾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并下来。你往左边勾了一遍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能够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。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好，勾了一遍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走人头喽。接下来呢，你要go走人头哈。我们今天的走人头是改善肌少症的运动哈。肌少症是那肌肉没力气了，所以呢，靠运动呢，让我们的肌肉呢还哪有力，才比较不会跌倒啊，或者发生骨折的情况哈。所以大家天天来走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双背划船的动作哈。绕走脚寸寸起。现在重心表来你的走脚，好像一个弓箭步，然后滚呢放在我们的胸前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让滚呢耸出去。很好，出力咯。好，然后吸气，肚丝而出力，让滚呢收回来。那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背弄的肌肉在用力，把滚呢收回来。好，我们狗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吐气，耸出去。动好哦，狗继续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背弄出力，肚丝咪脚顶出力，让滚呢拉转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吸，吐气的时候狗耸出去。很好，再来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滚呢再收回来。好，走脚狗收回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做的是，你这副卡走在轻重等呢，我们来做深蹲的动作哈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在等呢头前哈，然后让这个滚呢放在你的肩膀后面。好，两只手差不多是在肩膀外面一点点哈，然后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呢，屁股往后坐，好，凑等呢，对，慢慢凑下去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对，给我起起来，很好哦，搞来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师傅从因为凑等呢，用往后凑，对，慢慢呢。好，变到等了以后，然后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肚丝出力，屁股出力，好，起起来，对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来吸，好，吐气，慢慢的抽下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呢，对，出力，起起来。好，我们放轻松。接下来走马动作呢是侧蹲的动作哈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来，你整脚先扛一扑出去，然后滚了呢，放在我们的胸前。好，放在我们的胸前，然后这时候整脚慢慢的屈下来。好，身体的重心表在哪边？表在你的整脚。好，然后身体要起前。好，核心而出力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从右凑点呢，打直凑下去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起起来。好，把我们的脚收回来，休息一下。走对吗？有听到吗？你给我走一遍哦，然后往走偏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走偏。对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走脚弯，然后往侧边凑下去。好，这时候你会感觉身体的重心都在哪里？你也走脚，然后整片的脚有点轻轻。好，从右凑点呢，打这凑点的力量来出。好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来走脚回来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这个肌肉力量呢，我们的肌肉所出力哈，才能训练到来，能让你的肌肉有力量哈。好，接下来往整脚吹气。好，来，膝头微弯。好，慢慢的抽下去，打这抽。
很好。好，这时候停留个3秒，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正。好，脚竖转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往左边。好，来左脚鉗出去。好，切头板。好，来坐下来，打这坐。对，很好。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气长。啊，左脚给我顺转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走的动作呢是假装衣服卡哈有一个踏，来头前有一个踏板哈，我们可以踩上踏板，或者像阿里的现在做运动一样，嘿平地也可以哈。好，来，我打这示范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鉗出去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让安尼滚儿窜出来。滚儿窜出来，嘿，好，来吸气吐气，左脚开起来，好，再回来，好，滚儿再收回来，好，整脚再回来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这次动作好交代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鉗出去，滚儿窜出去，哎，脚起来，对，好，再回来，哎，整脚。滚儿收回来，哦，听得到啊？哎，你过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整脚鉗出去，滚儿窜出去，很好。来，左脚往上，出力，好，再回来，好，再回来，滚儿收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左边开始哦，哈。好，我们转过来，来，左脚鉗出去。很好，来滚儿窜出去，还整脚弯起来，好，再回来，好，滚儿竖回来，对，脚转，很好，过了一遍了哈，好，来，整脚鉗出去，对，然后身体的重心现在要放在你的左脚哈，好，滚儿窜出去，好，来整脚弯，好，再回来。这时候滚儿竖起来，来脚回来，过了一遍哦。好，左脚伸出去，对，弯，好，滚儿出去，好，来脚起来，再回来，好，滚儿收回来，对，脚再回来。好，有听懂吗？哎，你过来走一遍，整篇和走篇各做一次哈，来，整脚。好，滚儿出去，左脚，好，再放下来，滚儿回来，整脚收回来。好，我们换左边，左脚，好，重心摆在左脚，滚儿出去，松出去，好，来出力，勾起来，再回来，好，滚儿再收回来，对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哈，整篇。好，1、2、3，哎，再放下来，滚儿再收回来。好，再回来原来，往左偏咯。好，出去，哎，起头板，滚儿手出去，哎，勾起来。好，再回来，滚儿再收回来。对，脚再收起来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整篇狗走一遍哈，好，来，整脚顺出去，对，滚儿出去，好，来勾，好，再放下来，滚儿再收起来，整脚再收，好，再一次整篇，滚儿出去，再勾。再下来，好，再收回来，对，再回来，哦，那往左偏哦，来，左脚顺出去，对，很好，滚儿顺出去，
好，来整个，再回来，对，滚了再收回来。OK， 好，再给我收回来。好，镜面人童，你有没有觉得哇，出了很多的汗嘞？当一走人童，对身体也会健康哦。